这是恁妈妈要过身之前所留落来遗言。秀秀，你来啦。 秀秀、东东、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我是妈妈。恁听到妈妈这段话的时阵，妈妈已经走啊，去找恁爸爸。恁莫伤过艰苦，因为恁即马过了足幸福的。爸爸甲我。 对恁并无尽偌济力量，只是甲恁生落来，真正互恁一世人袂晓放袂记的，是恁即摆的阿公、阿妈、甲爸爸妈妈，因甲恁请养，恁才会长大成年。恁来答应我，即摆做一个乖囡仔，大汉了后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 友好恁的四大人，报答因的恩情。社会上的善心人士，在恁爸爸死的时阵，捐予咱的钱，即马还阁存43万。迄寡钱摕出来了后，互恁阿公保管，恁上有急用，用甲阿公讨。 妈妈已经安排好势啊！每一年，彬彬因兜的人会出面，予恁兄弟姊妹见面一见。到时阵，恁斗阵去墓地来看爸爸妈妈，嘛互爸爸妈妈看你，安尼我都足满足啊！人拢会大汉。 恁大汉了后，嘛会结婚生囝，兄弟姊妹搁再斗阵，无得讲就困难啊。也毋过，恁会用单独带着恁的囝离4岁，到我甲恁爸爸的墓前，甲恁的囡仔讲，遮有2个人，几十年前。 是一对恩爱的散车翁仔某，靠卖水果、送牛奶、送报纸，饲5个囡仔。因就是恁的阿公、阿妈，或者是外公、外妈。人生的变化是足大的，不管恁伫倒位。 心内唔通袂记哩，爸爸妈妈永远惦惦啊倒伫遮，等你看恁一个一个大汉，一个一个变做社会上有路用的人。秀秀、东东、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上思念恁，上爱恁的妈妈老。
寡代志，恐惊连恁阿公嘛拢唔知影。即马恁妈妈死啊，阿叔必须都要甲你讲，恁爸爸王明是江西南昌市的人，厝内住伫个南昌市东边社埔。社埔有一个清婚铺机场，恁的祖厝就住伫个清婚寺的大庙后面。恁厝内面有阿公、有阿嬷、有阿叔，阁有一个大伯。恁大伯细汉时阵伫个大陆啊，捌做过红卫兵，尾啊向斗争才死的。恁迄个阿叔，听讲已经逃去香港啊，凡说有一天会转来台湾。到迄个时阵，恁就当见面啊。阮阿叔伊叫啥物名？叫做王成。伊将来敢会叫阮转来做伙大？这大哥阿叔，你讲敢袂嘛？袂啦，皮皮吼有姐姐、哥哥会用个照顾，你唔免烦恼啦。我是惊皮皮伤心。哭甲伤厉害，会甲目睭哭歹去呢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问过医生啊，医生讲吼，哭吼对人的健康哦有帮助啦。我才唔相信呢，唔乱讲。妈，我唔相信你真正死啊！会记得有一摆，你来美容看我的时阵，你答应过我。爱等我大汉，参加我的结婚典礼。妈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我哪早知影你会死，我讲啥物嘛袂离开你的。东东，秀秀啊，互伊讲啦，讲出来伊的心肝内会较爽快。我要讲气死啊！素清嘛无要敲一个电话，东东到底是安怎？到今嘛一点仔消息拢无。哎呀，你放心好啊，假使东东有代志，素清早就打电话来啊。若是惊咱艰苦，无要甲咱讲咧。迄家己的查某囝我也无了解上，有代志伊感觉恁哪会调？平常时啊，迄一寡啰啰嗦嗦小可代志，拢会敲长途电话来呢。哼，拢爱怪你啦！我讲哦，我要甲东东斗阵去，你都无要互我去。哎，迄人王家咧办丧事，你是去要创啥的啦？嘿，我去斗三工啊！哎呀，煞煞去啦！你哦，去是假牙假啦。到时阵哦，你看到迄囡仔咧哭，你一定哦哭了比因搁较厉害。哎，啊你身体若是拍歹去，我是要安怎？那安尼你就会用个自由自在，甲社的去酒家啉烧酒啊！哎呀，你来搁牵带我去社遐啦？好，我马上哦包一台客人车送你去台北，安尼好无？唔好，大哥安家，大哥安家，为什么唔好啦？我讲唔好就是唔好，恁每一个人拢都爱返去家己新厝。妈妈死啊！我为什么搁爱转去？妈妈死啊！以前妈妈所讲的话，你即马都无要听啊！上，我从来唔捌看过像你这么无友好的囡仔。谁讲我无友好？友好，有友好都要叫你妈妈安排的，返去你家己新厝啊！
拢12:30，囡仔去墓地嘛，应该转来啊。妈，敢要叫我去甲冰冰接转来？暂时互彬彬留伫王家，因兄弟姊妹嘛喊你见面啊。彬彬啥物拢毋捌，敢若知影阿兄阿姊哭，伊嘛缀哭，万一甲目睭哭歹去是要安怎啦？你家己拢讲彬彬就毋捌啦，哪会甲目睭哭歹去咧？也毋过我看到伊哭，我就足毋甘的。你较忍耐的啦，因妈妈过身啊，你嘛爱互遐个囡仔伫情绪上小透一下啊。太太，敢要我去王家照顾伊？毋免啦，秀秀真捌代志，伊会照顾伊的小弟小妹啦。爹地啊，咱要来去看秀秀无？若是要去哦，拄啊对业嫁出来的时阵就爱去啊。你最近敢若变一个人，变甲足冷淡的。秀秀汉尔伤心，你拢无爱去看伊哦。去看伊哦，只会增加伊的痛苦尔。你唔去，我去。哎呦，妈咪呀！只有互时间哦，慢慢啊消化伊心肝内的痛苦。你即马讲啥物安慰的话拢无路用啦。那安尼你的意思咧？等伊倒转来哦，咱较注意伊的健康就会用的啊啦。妈，以前爸爸死的时阵，你鼓励阮，叫阮爱坚强。你讲有爸爸伫的，当然上好；无爸爸，嘛免伤心。妈妈会保护阮，就亲像家母保护家仔囝同款。也毋过即马，你搁跟爸爸走啊！以后就无人会来保护阮啦。妈，我毋捌什么是母爱的时阵，你予阮母爱。阮即马已经大汉啊，已经捌啦。想要报答你的时阵，你煞离开啊，连互阮报答你的机会都无。妈，敢毋讲这是像爸爸讲的安尼是？秀秀啊，你搁有偌济功课？我还有一篇作文啊，我毋知要安怎写。什么题目啊？母爱，妈，母爱要安怎写哈？问恁爸爸，爸，秀秀，你敢捌看过瀑布？有啊。母爱就亲像瀑布所流落来的水，永远无停止的时阵。母亲互囡仔爱，就亲像瀑布流落来的水，完全无保留，拢互囡仔。安尼，阮要安怎报答妈妈的温情呢？妈妈毋免报答，你当时看过瀑布的水为下底流伫顶头的。你讲的报答，就是我残忍报的种，一天一天的长大强壮，唔通袂记这水安倒来的，安尼就够啊。妈，阮会当大汉，一世人拢袂记的，你予阮的母爱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。
阿姊，明仔载、透早，咱就要分开啊。我无想要转去美容。袂用的。你安尼先做，妈会无欢喜的。东东，东东，阿姊祝福你，事事如意。阿姊，多谢你。阿姊，阿姊，东东，查甫囡仔爱甲目屎藏起来。你也会记的，妈伊无死，妈永远活伫咱的心肝内。婉婉，你妈知影伊要去找恁爸爸，所以伊才甲你互我的啊。这是意料中的代志嘛。你对恁妈所讲的话，我足感动的。对我下定决心开始收养你，我就希望这世人，咱母仔囝两个会当相依为命。婉婉，莫阁哭哦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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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培培啊，妈妈去切西瓜，互你食好无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呦，你莫管伊啦。伊一天到晚拢伫咧叫妈妈妈妈，嘛唔食，嘛唔啉，要安怎啊？哎呦，这嘛是无办法的啊！啊，伊吼会当甲咱转来吼，都袂歹啊！啊，你着互伊去救啦！啊，3工5工哦，你甲伊苦劝嘛无效啦。你吼着买一寡芳啊、鸡卵糕啊、汽水啊，放伫伊的肚顶啦。伊若是腹肚枵，也会是喙焦，伊着食会啉啊。食饱啊？食饱。遐济啦。哎，素清啊，哎，小等下哦，碗伫收收咧，搁摕一副清气碗碟哦，放喺遮，用倒搭扛起来。等你弟弟精神啊，好来食饭啦。哦。听素清讲哦，囡仔拢哭甲遮伤心的哦。哎呀，都搁讲，哪有啥物比迄个囡仔死老母搁较可怜的？
我感觉王太太真了不起，嘛真有决心，会当甲5个囡仔先安排好，这是一般人做袂到的代志。是啊，若是我，绝对做袂到啦。听伊讲当初，我阿公真反对，大哥阿姐嘛真反对，因是认为做老母的甲囡仔送互别人，实在伤过凶啊。我阿公佫希望会当留一2个落来，也毋过事实证明伊是对的。卡孙若无甲遐囡仔送互人，即马5个囡仔是要安怎咧？因又佫会当去倒位？佫有啥物人会当照顾伊？对啊，伊若讲吼，嘛已经真做伙啊。顶摆迄王太太来，佮讲因迄个阿嫂吼，真无介意因。伫个路诶，赵敏甲我拢真感慨。伊讲，阮2个拢无食过苦，毋捌受过折磨。别人讲阮是温室内底诶花蕊，一点仔嘛无毋对。我看到因兄弟姊妹，各人行各人诶路，才真正体会到爸爸妈妈有偌重要。哼，爸爸妈妈有啥物重要？伫咧厝内底哦，是恁诶使用人；伫咧外口，就是恁诶银行。妈，我已经会当体会啊，你足伟大诶！哎，走啦走啦，你还袂嫁翁，还袂生囡仔，你哪会了解做妈妈诶伟大？嘿，我甲讲吼，你哦，还无受捌代志咧。哼，那你嘛将我送人嘛？你看，一讲伊哦，伊就甲我吐槽啊啦。人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哎，我去看卖东东精神啊未？东东啊，起来食饭啦！啊？妈，我袂晓。哎，无食饭要哪会用咧啦？身体会拍歹去呢。素姐，你今仔留咧，我先转来去。你即马出发，等到厝拢什么时阵啊？真紧啦，我开车5点钟就到啊。赵宇啦，较晚到的袂要紧，车都要慢慢来开啊。好，平阿伯再见。赵哥哥，东东，你毋是咧困哦？东东啊，我明仔载还有课，我会先转去哦。赵哥哥，我东东，你有啥物代志爱我替你办呢？做你讲啊。我听阮妈讲过，阮以前毋捌你，你阁遮尔热心甲阮帮助，我多谢你。东东，咱是好朋友，好朋友就要互相当相共。后摆等你大汉有才调啊，你嘛会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啊。我先来去，以后你会当写批互我，嘛会当打电话互我，放假的时阵嘛会当来找我耍啊。赵敏，等去台北替我敲一通电话给弯弯，讲我今日无要等去陪伊啊。好。玉玲，你坐落来，咱开讲者。我互古调户的工课真轻松，啊，毋过起薪真悬。你互伊做啥物？帮助本护理管理员工的福利。你啥物时阵甲伊讲的？今仔日下晡，我通知伊来我的办公室小讲者，差不多2点的时阵，我会甲接来。总经理，啊，你好，请坐。多谢。我请顾先生来的意思是，我知影，也毋过我无想要接受总经理你安排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也毋过我无想要接受总经理你安排。是毋是惊工课无理想？
毋是，我听阮爸爸讲，阮妹妹当初甲彬彬送互恁，有亲嘴甲恁讲，无任何条件，绝对袂甲恁增加麻烦。后来，阮太太嘛来过恁兜，拜托恁甲我安排工课。阮小妹知影了后，真受气，伊嘛来恁兜解说过啊。我今仔日确实若接受恁的安排，敢毋是违背阮小妹当初甲恁讲的咧？过去的代志，咱就莫阁讲啊。以咱即摆的关系来讲，我是彬彬的爸爸，你是彬彬的阿姑，我叫你一声高大哥，嘛是应该的，对无？高大哥，你甲高秋霞女士拢是真明理的人。以阮业界的关系企业来讲，用人是用真济。阮伫咧选人的时阵，阮当然爱找知影本分、明理的人。这无算是替阮家己找麻烦啊，这嘛毋是靠彬彬的关系。实际上，你是互阮请来斗相共的。也毋过别人会讲，我是彬彬的阿姑。你是彬彬的阿姑，无毋对。问题是，阮是毋是要请你？我会记得有一个叫做马小良的，是彬彬的表姐。恁同款是彬彬的亲情，迄种人哦，无论如何，阮嘛袂甲请。总经理，我叫你高大哥，你叫我放完就会用啊啦。你的好意，我真感谢。也毋过我逐项拢袂晓。这个问题，阮爸爸甲高阿伯参详过啊，我嘛考虑真久。我请你来做的代志，毋是技术上的。敢会当先甲我讲安排我做啥物货？协助护理、办理员工福利，这敢会用的？我是外行，我恐惊伊。无要紧，一开始你去执行护理的计划就用啊。等你进入状况了后，你就会用提出你的想法啦。安尼我先试看卖咧。欢迎你加入阮的公司。焕焕，我发现你的口才袂歹呢。你即马已经是彬彬的妈妈，为着彬彬，你以后爱甲心思放咧厝的。我袂当啥物代志拢互你出面啊。是，总经理。我无用事业，你无用彬彬，咱两个袂阁空虚啊。你迄段足长的小沉，拢过去啊。焕焕，我实在足辛苦啊。真实嘞，玉玲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代志互我改变的？你叫我约哦？我不爱约。为什么？你个性倔强，我若约着啊，你会无欢喜。即马袂有这种情形啊。玉玲，我已经毋是过去的叶焕元啊。好，我约。迄是因为有彬彬的关系。迄是因为爸互你看王阳中的一只船这本书。你约着一半尔。因为你感觉心中的结已经解开啊。安尼我不爱约我啦。迄是因为我受到阮太太耐心甲我感化。啊，阁有王家的5个囡仔，互我真感动。5个小小的性命，每一个人爱去新的环境中去生存，去打拼，因的未来会变做安怎？敢会甲我同款，接受业界的企业，佮对现实不满？这是偌大的错误。所以我改变了，我以后嘛要影响彬彬。做我的后生，就爱开朗、上进、奋斗打拼。焕焕，我恭喜你，多谢。李大哥，我从来无想到业界对我这么好，竟然逐个月互我28000起薪。好好啊做啊，有一个好的头路吼，都爱较骨力做的。
尤其啊是亲像恁这种关系，人会当请你去，又搁歹势叫你辞职啊。想请阮刁父洗头路，伊是爱好好去探听一下，阮刁父有啥物后代，啥人互伊靠？这份工课吼，我早就看准啦，所以吼，伫刁父还未转来进前，我就去夹甲讲好势啊。哟，你阁袂歹嘛，确实是好太太哦。互你学了啦，你敢捌听过翁仔某一条心，唔透变做金？刁父的代志，我无甲关心，阁有啥人会关心啦？啊，恁豆豆啉吼，我灶骹还阁有一项菜。我对伊实在有够烦的，啊，毋过秋华意思，哎呀，我看会出来啦。你即马哦受头路，伊的心情毋知遮尔好。你若是转来甲讲吼，每一个月只有5000块吼，哼，伊一定急一晒面啊。嘛好啦，车伊富伊贵，也是你有办法，伊毋才会听你的。刁父啊，过一段时间哦，去甲试一下伊的口气，也是甲恁爸爸接过来啦。我嘛是安尼想的。你啊，你啊，安那？啊，你搁咧啉嘛？还要食饭哦？有诶，请坐啦。莫坐啊啦，店里无人，有人打电话来，我是甲你转告啦。谁敲来啊？哦，有一个叫赵敏的，叫我甲你讲吼，伊讲吼，伊甲东东已经送转去厝啊啦，啊，伊人已经转来台北啊，啊，问你婉婉吼是毋是伫你遮？婉婉无来啊。哈，赵敏讲吼，有闲吼，你甲照顾一下啦。笑海代志吼，互遐囡仔打击实在伤大啦，惊遐囡仔想袂开啦。我来看卖。我嘛来去。恁是要去倒？婉婉无伫厝里，我来看卖。莫甲管啦，迄别人的囡仔呢，管伊遐济要创啥？你即马讲这什么意思？刁父啊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袂用钱。婉婉是我的外甥啊，阮小妹过身啊，我敢会当无管伊？刁父，你有够无良心呢！自你转来，你都毋捌问过咱囝的代志，电脑咧烦恼冤冤。我问你，你心内到底有我这个某无？阿英，你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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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刷刷去莫有个冤啊啦，叫你的去就好啊啦。婉英，今日咱一定要将话讲个清楚，到底是阮囝重要，还是冤冤重要？阿英，我的啉也是有限度的。你是要安怎？你讲啊！你几落年拢无伫的，我伫咧厝内底伺候老的，照顾细的，食苦受气。你今日安尼对待我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阿英啊，我先来办婉婉的代志啊，因为吼，你若一个哭吼，我就想要缀你哭啊。有诶啊，行，来办代志啊。哦，行行行。你搁好势讲，你照顾势，你甲囡仔送去后头厝无要管，你输好老的，爸爸死过咧迷你，小妹过身啊，老厝嘛无人啊，迄是因为爸爸互我啉这口气，今仔爸爸转去布地啊，你上好莫来惹我。你是要安怎？我咧惊你咧！你拍啊！你拍啊！你拍啊！好大你就拍！哼！喂，请赵敏听电话。哦，你是赵敏啊？我李金梦啦。婉婉敢有去你遐？无。好好，无你休困啊，我再搁敲别个电话找看卖。好好好，
再见哦，是的哈。这五个囡仔哦，都是弯弯伤害的啦。对，我敲只电话来去问秀秀。喂，是。哦，你是李先生啊？弯弯无来啊？哦，那呢，伊可能是甲周小姐出去啊。我真肯定，伊袂带周爱拿出去。哎，好，多谢，再见啊。安怎？有诶啊，等者甲刁夫讲，我要来找弯弯啊。哎呀，无就甲弯弯去看电影啊！哎，拢11点啊呢，看什么电影？我烦恼吼，伊叫阿良骗去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秀秀，秀秀啊，阿妈，大哥阿姐头拄敲电话来讲，弯弯唔知影走去倒位啊呢？弯弯毋是咧周阿因兜，阮头拄嘛敲过电话啊，也毋过无人接啊。伊是毋是跟周阿姨出去啊？大哥阿姐讲绝对袂。那呢？敢会是去冰冰因兜？马小良这个毋正囝，伊甲欧明甲秋霞，这两人害到我生惨嘛。秋霞要过身之前，伊还阁骗过佩佩一摆呢。伊嘛捌来过阮兜，甲阮爸骗15万，后来阁是王太太替伊害。唉，社会上谁哪会有这种歹人？我即摆咧烦恼讲吼，弯弯会去互骗去啦。总经理，我有一点仔代志爱办，想要过几工啊才去上班。会用诶，会用诶。你要来上班进前，才甲我通知一下就好啊。刁夫啊，你想要找马小良哦？对，我要找伊，好好啊算这条潲。刁夫啊，煞煞去啦，那就为着这种人咧受气咧。秋霞受遐尼济欺负，伊死亡嘛袂客。哎呀！秋霞本人就无咧计较，你是咧计较啥？秋霞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伊这个人受善良，伊啥物代志拢是逆来顺受。迄就对啊，秋霞吼，伊有伊做人的原则嘛。伊明明知影讲阿良毋是一个好人，伊阁知影讲吼阿良这人袂靠的，也毋过啊，伊会当找出真侪理由去原谅阿良，相信伊，甘愿欺骗哦，伊嘛拢袂要紧啦。唉。秋霞甲这个世界看了伤好啊！对，伊就希望这个社会吼，拢莫有歹人啦。哎，就亲像阮咧搬电视的，我嘛无希望搬歹人啊。搬歹人以后吼，去街仔路互人挤挤嘟嘟，甚至有人去骂你呢，迄连拍你拢有哦。唉，迄只是理想，根本无可能做会到啊！哎哟，总是要有一寡戆人嘛，才有法度做一寡吼较水的戆代志。假使天下间哦，每一个人拢亲像秋霞安尼，安尼天下毋就太平啊？哎，反倒转来讲，亲像你啦，为着小可代志吼，就要去甲人讨公道，要报复啊，迄毋就天下大乱啊？好啊，秋霞的代志吼，你都莫阁操烦啊！即摆应该操烦的是弯弯，你甲看卖，他即摆几点啊，拢还袂回来，迄强要甲咱钓急死啊！娜娜，你哪会坐你遮哈？所以，咱今仔日就到这为止啊，哈？讲什么笑话啊？恁爸伫你的身上开偌济钱啊？就安尼刷刷去哦。啊，无你想要安怎？要食人啊？行，来去房间。行。所以你。
你放手，放手啦！唔放啊！你别开钱，就是爱有迄个价值啊！你袂见笑，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？就无听倒钱大波人无开钱啊！迄无共哦，行。你放手啦！行。你放手！你是啥物人？你是啥？囡仔，你讲，伊是啥物人？讲啊！伊是啥人？伊是我的查某囝。啥物啊？你有这大汉的查某囝？嗯。你是安那无甲我讲啊？先生，请你走啦。文文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恁一杯小茶。妈，你后莫啉遮尔多酒嘛。妈，我去替你放烧水，洗一下身躯，你会较爽快。文文，你走去倒位？哪会这晚才转来？是毋是去看大哥阿姐？是毋是？以后不准天两晚才转来。我在你的嘴巴内底发现这个爱国奖馆、小铺，还佫有钱。但是阮一般跟我上好的同学的。宝贝，你为什么要对大姐讲白菜？这大哥阿姐面头前，我无愿意甲你拆破。我知影，你讲的话，我一句是真心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